后来继续要来看这个中华有一间医学中心的院长，伫3年前48岁，就来做病院的院长，讲是全台湾上届少年的院长。但是这位院长就任了后，引发着不少的争论，互指控霸凌其他的医师，互指控性骚扰护理人员。即摆更加有2级的医护人员来压料，讲这个院长来假造着开刀房的记录，诈领着健保费。 讲伊人明明都伫咧台北开会，病院竟然有挂伊的名的开刀房，当咧开刀，甚至伫咧一工内，这个院长一个人就占11间的开刀房，总共来开17台刀。啊，这个病院是好人家的指控，讲这压料的人有企图。我们要帮忙需要帮助的人，帮忙贫困的人，帮忙生病的患者。 伊是全台湾上少年的医学中心院长，3年前以48岁年纪坐到医学中心院长的位。伫记者会上，伊真认真说明病院经营理念。不过，即马伊煞互离职医生指控作假的开刀房记录。离职医生讲，院长今年9月初2人伫台北开刀，不过病院内底所有挂伊的名的手术的进行，甚至一天当中，院长一个人占11间开刀房，总共开17台刀。 17刀对他来讲很少啊，34刀是常态。要么睡之前露个脸，然后就下面的人就开掉了。那有算诈领健保费吗？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模糊地带了，因为他说我有出现了。院长阁用指控院内某一位驻勤医生，敢若是因为要选院长的文员，互院长甲规个器官医师小组解散。院长阁为着要抢资源，甲某一位外科主任摕掉。 甚至有护理人员和院长讲话，具体骚扰拢唔敢讲。他一开始会先在言语上给你霸凌，就是羞辱你，在职场孤立你。传闻说院长会对护理人员毛手毛脚，这一直都存在啊。 对这个指控，伊奉以书面来声明，强调绝对无霸凌离职员工。是有离职的医生因为违反学术伦理，互教育部处罚。刷过伫离职进前发表3000多字不实言论攻击院方。另外，若是性骚扰护理人员是更加无可能。院方对这个指控嘛保留法律的追诉权。